各位朋友，咱就喜欢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欢乐新播客。那么这个位朋友的这把个是个，那今天谁会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担任本期的新播客呢？热林风带领我这个朋友的朋友跟着声音提高。跟你透露一下，他的家乡有著名的雪梨糕，他的家乡还出了很多的歌手，每年3月份要举行梨花节。阿嘞，等你我7000的配了吧，金啥的哇？来，通过短片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歌手呀。虽然讲，我个确切中的些，你这比如说压力大人这用的这对点里，四川人可这热夸咖比，对大连东街下个动不脱。确切中真正没动错了些别，来人人的里下个动不脱。咱这就咱起啦。前容真在这里没动错了的，弄弄个路线，确切属于。对，如果侬把带领我去这朋友呢，对你是比跟着的那些呢，我7000的配比，拿钱来把送到家了咦？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欢乐新播客，来自四川阿坝金川县的藏族歌手索朗贾。那是陪我了啊！欢迎索朗贾哈，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欢乐新播客啊，对，紧张吗？还好哈。那今天带了多少首歌给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了4首歌。4首歌，那么多哈。那好，那咱们话不多说，接下来把这个舞台交给索朗贾。那是。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欢乐新播客索朗贾。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金川。金川是我的故乡，每逢到了3月份的时候，梨花竞相开放，是非常的壮观漂亮的。然后到了9、10月份，梨树的叶子黄了，那也是相当的壮观美丽。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机会到我的家乡去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这首歌。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离开家的孩子学会了思念。思念白云蓝天，思念绿水青山，思念梨花丛中一张张笑脸。站在神仙宝殿，游走12相街，回到家的孩子泪花出双眼。看那梨花开放，看那山寨炊烟，看那父老乡亲苍老的容颜。金川我的故乡，梨花又开放，彩蝶翩翩飞舞在花丛中，又回到故乡，梨花又开放，陪伴阿爸阿妈坐在梨树下。在神仙宝殿，
游走沙儿相见，回到家的孩子泪花出双眼。看那梨花开放，看那山寨炊烟，看那父老乡亲苍老的容颜。青川我的故乡，梨花又开放，彩蝶翩翩飞舞在花丛中，又回到故乡，梨花又开放，陪伴阿爸阿妈坐在梨树下。青川我的故乡，梨花又开放，彩蝶翩翩飞舞在花丛中，又回到故乡，梨花又开放，陪伴阿爸阿妈坐在梨树下。又回到故乡，梨花又开放，陪伴阿爸阿妈坐在梨树下。感谢朋友，那就喜播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这当我自送到这个这朋友的背包干是和送到家的现在怕大用的背嘛是把穷穷点的话，你人呢，我自己老张农人谈下来一下的话，来来你老干起来我行可。我是2018年毕业的，然后正式唱歌算的话是从17年到现在3年的时间。老师哦，3年了哈。对，也就是还没毕业呢，你就已经成为一名歌手了。对，然后后来才毕业的。大学里学的什么专业？大学学的是音乐表演。音乐表演啊。对。为什么学这样的一个专业？因为我也是来自金川嘛，我们那边的人就是从小还是都比较喜欢唱歌的，然后我也不例外，而且有很多受前辈的影响，有哪些？是荣仲儿家老师，哇，对，儿家老师，对啊，蒲巴家老师，蒲巴娘也是，对，这些老师的影响的话，我也就想去一个梦想嘛，我也就想去唱歌这种。你看看到现在为止一共有了多少作品？现在的话应该有10首，10首作品。对。然后正在筹备一个最新的专辑。对。哎呀，非常的期待啊，非常不错的一位小伙子。你看，我们也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像咱们家乡的荣仲儿家老师啊、蒲巴家老师啊一样啊，让你的歌声能够传遍全国，传遍世界哈。这当我们打印的罗琼人，伊那用送到家的现在打对罢了，利用这些些，你这些的打的些准备工些，俺们的现在就是好长的乐队，利用个人的那等着那修呢。参加过，因为我的第一首就是带你去云顶看花海这首歌，就是当时这首歌就是他需要找一个歌手，去演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话，它是一个金川一个景区嘛，它的一个旅游宣传歌曲。对，当时我就很荣幸就被选上了。那个时候你多大？当时的话是21岁的样子。当时是从哪儿找到你的？就是我是从微信里面的公众号看到的嘛，然后我自己去参加报名。然后最后把这个男主唱男歌手这样的一个名额和这样的一首歌就交给你了。对，从此就走上了音乐的道路。是这首歌是谁做的？是老 K 老师对吧？对 K 老师。然后词的话是木西老师做的。就这样与2位老师结缘。对，也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学生。对。当我自送到家的时候，拍一个大概用中间那蒲巴家那过去个修建了点然后他利用来家的时候，छोरों को पुसाव रेस अनि रेद देल तेनी छोरों को थोमा दे पाचे लेंजे को कोका दे रहा सरवा अनि जो रेद नो हुई का स रेद个车了干的लेंजी就是当时比赛的时候唱的一些歌曲。有神奇的九寨神奇的九寨，月光下的不倒然后还有什么美丽的高原红这些。哇，这个
有很多都是荣中二家老师的歌曲哈。对对对。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好的，那我就现场为大家带来一段荣中二家老师的《神奇的九寨》。在离天很近的地方，好听啊，总有一双眼睛在守望，它有着森林绚丽的地方，它有着大海碧波的光芒。到底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到底是谁的心灵那样寻寻觅觅？好，哦，神奇的九寨，哦，人间的天堂，你把那温情的灵光，哦，洒遍山岗，我深情向往。哎呦，哟，好听啊！面不来从啊那，个声音特别的浑厚哈，哎呀，而且那个用咱们专业来说是这共鸣特别好哈。你看，那除了唱歌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业余爱好啊？除了唱歌的话，我比较喜欢打篮球。是不是真的假的？你别就你几把意思嘞？这个是咱们同道中人啊！我这个业余爱好也是打篮球，这是篮球打的一般，反正基本上就是投10个能中7、8个吧，3分球。哇，还行啊，很厉害。这个从那讲的是呢，大被马西把老穷的，就是老穷的是呢，了讲到了年纪个了的。其实呢，我是比较就是喜欢去听老歌，多老？像张学友啊，我以为京剧呢啊，张学友、刘德华，对，对，是当年的4大天王啊。对对对，是比较喜郭欢富城，还有黎明，对不对啊？那就穷过了，对，嘛，像你们小时候的偶像都是那样的哈。穷过。我们现在的基本是周杰伦啊，这过后的哈。你最喜欢是哪个歌手？平时喜欢唱谁的歌？我最喜欢唱张学友的歌。哎，来一首好不好？心碎了无痕。心碎了无痕哈。来，可以来一首吗？现场展示一下。可以。闭上你的眼，我的爱人，吻住你，吻住好深情。一吻，你的心已变像落叶飞远，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这么好听的歌怎么能走？假的意欺骗我的无妨，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从施舍，从怜悯变成真爱。相爱难，恨亦难，我的心碎了无痕，吻着你心就不会疼。永不远，永不变，永不永远也不问，伤更深，情更真。哎呀，谢谢！你看心碎了无痕，特别感谢哈，一首歌也勾起了我们当年的一段学校期间的一个回忆哈，非常感谢。你看聊了半天，我们也唱了半天，接下来继续把这个舞台交给索朗贾，有请他给我们推荐优秀的作品。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欢乐新播客索朗贾。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呢，名字叫《想你的歌谣》。这首歌也是我今年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新歌，一首情歌。那么这首歌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阿斯曼姐姐与我一同演唱这首歌。那么这首歌的 MTV 呢，当时我们是在澧县的毕棚沟完成的。那一天的天气特别的冷，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当时还贴了暖宝宝，拍了大半天的时候还飘了雪。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这首歌。
回首走过的漫漫行路，看云卷云舒，随风漂泊是那一朵。思念的白云在寂寞的天空里飞翔，珍惜爱过的温柔时光，听情歌声声回荡心底是那一首熟悉的旋律，在悠扬的歌声中游走，写一首爱你的歌，这是首爱你的歌，放在云端轻轻地和，唱一首想你的歌，多年以后这首歌会不会是想你的歌？唱一首想你的歌，这是首想你的歌，飘在岁月相思的唱一首想你的歌，多年以后那些爱，会不会是想你的歌？珍惜爱过的温柔时光，听情歌声声回荡心底是那一首熟悉的旋律，在悠扬的歌声中游走，写一首爱你的歌，这是首爱你的歌，放在云端轻轻地和，唱一首想你的歌，多年以后这首歌会不会是想你的歌？唱一首想你的歌，这是首想你的歌，飘在岁月相思的唱一首想你的歌，多年以后那些爱，会不会是想你的歌？唱一首想你的歌，飘在岁月相思的河，多年以后那些爱，会不会是想你的歌？会不会是想你的歌？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欢乐新播客索朗贾。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名叫《风中的落枪》，也是我今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风中的落枪，落枪就是藏语少年的意思，也就是风中的少年。此意表达了少年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希望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多多支持我的这张新专辑。接下来就请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
的草原，远方山岗落下夕阳，炊烟升起的毡房，那是我的故乡。行云流转的四季，永远美丽的姑娘。阿妈温柔的手掌，轻抚过金色的时光。风中的落墙，这一刻不再向往远方，把所有的爱都抛向天空，就让祝福随风飞扬。行云流转的四季，永远美丽的姑娘。阿妈温柔的手掌，轻抚过金色的时光。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 네, 조금 바다 대린 그 같이 번이 렌센 다시는 뒤에 저원 근데 렌상 자리이 아니 좋다 송너 자랑 같이 년这个主播做了这是这一。今天很开心，就是能够在《欢乐新播客》这个节目上推荐我自己的作品给大家听，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以后新的作品我也会继续努力去做一些更好的作品出来。当然，我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我的制作老师啊，以及我的帮助过我的朋友、父母这些。然后也希望就是观众朋友们能够到我们的金川县来游玩。好的，谢谢，这是一位非常懂得感恩的年轻的音乐人哈，也谢谢你的邀请，也祝愿你今后的音乐道路能够越走越长远，在音乐的天空中越飞越高，好吗？祝福你，谢谢。好了，各位，到这里我们本期的欢乐新播客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下期节目我们再见。야, 다 정말 제리.